恭送弥勒救真经，佛说弥勒救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灵胜地，拈花引正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清地，大圣传皇考信，验证受愿挂圣号，等待世至定生命，云雷震开五虚空，天下神鬼不安定，心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连神教会上身，莲花老母垂玉线，寿元心花在东，南北两极殿中虚，滚月五色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桥，五引三线对合红，婴儿要想回家去，十年当来弥勒经，有心十年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朝圣，使得西来白羊，香儿点点化成金，每日之心长十年，但待巴南不待亲，要想成佛请地饭，常思聪明智慧心，修平邪人说话，老船一马念母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永生空，满天星斗落下世，方别线下天宫，各方神王来对号，报时灵通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悲主，赦罪三曹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心变魂魄皆离身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金陵36员将，百灵欢喜在根，不求弥勒成大道，保佑祥儿得安宁，北方真武为将帅，新年风发现神风，车骑照许这日月，头顶灯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雄，如今如儿挂甲兵，大救元真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日财龙王来主导，各家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后家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回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村，父王司令记下身，修复南岳归正州，来往造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因而杀女长10年，切身不敢。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故说波罗蜜多咒，请说咒曰：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恭送弥勒救真经，佛说弥
前言水杯，感恩各位点传水杯，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队、各位副领队、各位组长、各位坛主、各位讲师、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。那个是转录的2个档案合在一起录的它中间有中断，因为那个录音笔没有空间了。第一个档案录音笔没有空间，录到没有空间中断了。后来删掉一些档案再录第二段，用手机转录它是连续2个档案都播放了，所以中间是读经没有完整，请见谅。